停！有个音错了，是谁啊？是奴婢。曲艺不够娴熟啊。奴婢因为担心记忆不纯，所以分心弹错。只是若非精通琵琶之人，也未必能听出。皇上训斥，奴婢心悦诚服，甘愿领受。你是赞许朕的耳力过人？曲有误，周郎顾。你把朕比喻成精通音律的周瑜了？皇上有周郎风范，心胸更胜周郎许多，定会宽恕奴婢误弹琵琶之罪。那朕在想着，你是不是欲得周郎顾，时时勿拂弦呢？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白，名蕊姬。长得纤细可爱，名字也动听。皇上说了，今儿琵琶弹得不错，只是合奏时有几个音差了啊。明儿午后照旧奉上。是。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敢在御前这般回话，也是皇上仁厚。皇上当然仁厚无比。回去吧。这个，还有那样的，捡好看的，到库房里面挑出每样2匹，送到延禧宫啊。还有那些摆件、陈设都挑好的啊，赶紧的送过去。是。秦毅公公，锁心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正要给延禧宫送月例银子呢，你怎么先来了？秦毅公公今日怎么这般客气？嗨，锁心姑娘不早说，这皇上让人送来的字啊，镶了匾额，正要送去延禧宫呢。您看啊，是我不好，这素日怠慢了延禧宫，姑娘回家可要多美言几句啊。锁心啊，怎么都半日了还不回去？听说有匾额要送到咱们延禧宫，怎么没见着啊？这不正要送过去呢吗？您看啊，还有别的，门口那红罗炭上好的锦缎，还有这些陈设摆件啊，您再看白花丹的香包，这些都是顶好的东西，正要送过去呢。这别的也就罢了，说到这香包，我就来气。上回敢用次货的白花丹做了香包送去我们那儿，这回再做好的，咱们也不要了。别以为我们延禧宫的人都好糊弄。不会，哎呦，是我不好啊，素日怠慢了延禧宫。阿若姑娘别生气，您看这回啊，全都是好东西，这么漂亮的锦缎，这色儿那色儿的，跟阿若姑娘一样漂亮，我马上送过去。这些个东西还算能入眼。我们主是妃位，就算是一时凤凰被啄了羽毛，但皇上眷顾，是，立刻就能飞到彩云里头。没错。我说你们也不想想，皇上独独赏赐我们主的这块匾额是什么意思？甚赞徽音，这个音字就是皇上和我们主的姻缘所起。对，没错。好姐姐，咱们该走了。皇上待我们主啊，那就是与众不同，你们都长点眼。姐姐，阿若姐姐你别说了，主不喜欢这些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
别狗眼看人低。嘿，那不能，绝对不能。咱们走。哎，走啊！苏练姑姑，东西啊，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啊。一块匾额也值得说嘴。哟，野皮子钱。苏练姑姑有何吩咐啊？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是伺候贤妃的阿若亲口说的。这些日子，皇上看上去很少理会贤妃，原来还是被他攥着一颗心啊。皇上少去延禧宫，多半是顾忌着太后。启禀娘娘，贵妃到了。传贵妃进来吧。这，贵妃娘娘，皇后娘娘有请。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快坐下。是。下了几场雪，天气冷了。女原是最怕寒的，果然连风毛大衣都穿上了。臣妾一向气血虚寒，一到冬日里就冷得受不住。你年纪轻轻，也要好好调养身体。是。也好给皇上再添一个阿哥。是。怜惜，库房里有一件吉林将军进贡来的悬壶皮，你去取来。娘娘心疼臣妾，齐太医也用心调理着，只怪臣妾福薄。皇上膝下只有3个阿哥，本宫是多么希望你能生下皇上登基后第一个皇子啊！臣妾万死也难报娘娘垂爱。本宫与你相处多年，视如姐妹。啊，莲心，送给贵妃。这俗语说，一品悬壶，二品雕，三品狐雕。这皮子深黑如墨，唯有顶上一须银毫，可见珍贵。本宫给你的东西再好，也不过是一件贡品罢了，怎比得上贤妃宫里挂的一副匾额，都是皇上御笔亲题的。什么匾额？听说皇上御笔写了副字给贤妃，贤妃就把它做成了匾额，还四处宣扬里头有皇上和他的情谊。哼，其实依奴婢看，哪怕皇上要赐字悬匾，也应该先在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宫里，哪里就轮到她了？不就仗着当年差点成了嫡福晋吗？当年是当年，一入前邸，她就是妾，怎么比得过皇后娘娘？按说皇上赐御笔也常见，只是这贤妃四处宣扬其中情谊，着实令人讨厌。哼，臣妾倒还不信了，一块匾额就那么难了。娘娘，臣妾先行告退。你去吧。是。贵妃的心气儿还是这么高。额娘说的对，嫔妃要约束，也要制衡。哟，贵妃娘娘来了，小心啊，台阶上有点滑。皇上在做什么呢？哦，皇上歇了午觉，起来批了奏折，现下正与南府的琵琶记在里边弹琵琶呢。南府的琵琶记？西月，你来了。
皇上万安。起来吧，来，过来坐。本来啊，要与你一同听琵琶的，可是外头天寒地冻的，真怕你受不住。这让齐汝给你调养身体，如今可觉得好些了？臣妾羸弱，有皇上关怀，臣妾便觉得好多了。这手啊，还是这样凉。王琴，奴才在。让人多拿2个火盆来。这。皇上龙体旺盛，臣妾坐在皇上身边，便不觉得冷了。啊，方才你在那儿听他们弹琵琶，觉得他们弹得如何呀？南府现在竟没有会弹琵琶的了吗？选这几个来给皇上欣赏，也不怕污了皇上的耳朵。奴婢技艺不精，还请贵妃娘娘恕罪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西月啊，若是论弹琵琶，你是国手，只不过因为你不在，朕听上几曲，打发打发罢了。如今南府里月季也用这种镶了象牙的凤颈琵琶吗？奴婢技艺不佳，未免污了皇上倾听，所以选了最好的琵琶稍作弥补。莫心，若没有真本事，哪怕是用南唐大周后的烧曹琵琶，也只会暴殄天物。好啊，若是论这弹琵琶，还真是无人能及你啊。今天臣妾手冷发涩，又用不惯别人的琵琶，所以此曲并不如往常。皇上别见怪。已经很好了啊。王钦，奴才在。朕记得吉林的将军进贡了悬壶皮，1条给了皇后，另1条就赐给贵妃吧。这，贵妃娘娘，皇上最疼您了。这倒是巧了，方才皇后娘娘也赏了臣妾1条悬壶皮，看来好东西注定要落在臣妾一个人手里了。皇后贤惠，自然对你甚好，只不过朕的心意比她多了1分。王钦，你将这悬壶皮送到内务府去，制成衣裳，送到咸福宫去吧。奴才遵旨。谢皇上。你们再下去吧。是。手还是这么凉啊。臣妾跟皇上在一起就不怕冷了。我说你们长点眼色，在贵妃娘娘面前别卖弄，赶紧回去吧。你以为你弹得不错，见着贵妃娘娘傻了吧？被比下去了吧？这比不比的，原不在这上头。皇上疼贤妃是真的，疼臣妾是假的。这样的话也就你说罢了，朕偶尔才去看贤妃1次，怎么不疼你啊？听说皇上特赐御笔，给贤妃提了1副匾额。贤妃这样的恩宠，臣妾是指望不上了。人家延禧宫简陋，朕才赐了匾额，哪比得上你咸福宫啊？东市的华禅寺，还有西市的秦德仪，都是朕自己亲笔写的。为着你喜欢雅号琴音啊，朕把宋琴鸣凤，还有民琴洞天仙籁都供你赏完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咸福宫是什么都有了，可就缺皇上1幅亲笔御赐。皇上既然是随笔，要不然就赏臣妾和皇后娘娘1人1幅，
免得我们满心羡慕。就这一样你也要争啊？皇上跟贤妃有情谊，跟臣妾难道就没情谊吗？好了，朕赏你和皇后，也许你们制成匾额挂在正殿，满意了吧？满意。皇上最贴心了。皇上，奴才已将贵妃娘娘送回宫中了。皇上对娘娘们真是格外恩典。皇上，奴才愚钝，奴才认为皇上的每幅字儿都是好的，可为什么还要在这么多幅当中选出最好的赏赐呢？王亲是这个意思。李煜，你怎么看？奴才愚钝，奴才以为皇上恩泽遍布六宫，延禧宫已然有一幅了，这11幅自然是六宫同沐恩泽了。算你聪明。这皇后的长春宫是静修内泽，贵妃的咸福宫是资德合家，翊坤宫呢，则是义恭婉顺。皇上曾属意贤妃娘娘入住翊坤宫，这义恭婉顺是贤妃娘娘名讳中的义字。景仁宫是赞德宫闱。景仁宫也有。皇上，皇后曾说宫中要节省开销，不住人的宫殿就不予修复了。那这景仁宫的匾额也要挂吗？怎么，你很听皇后的话吗？奴才不敢，奴才听皇上的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虽然提倡节流，但是皇上的心意，皇后娘娘是不会违背的。你很机灵，也很会说话。这11幅字做成匾额的事情，交给你办了。这，下去吧。王琴啊，奴才在。什么时辰了？啊，到了该翻牌子的时候了。进士房已经在外边候着了。这些日子，南府送来弹琵琶的琵琶记里，抱着凤景琵琶的那个……哦，是南府琵琶部的乐姬，姓白，名蕊姬。带来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姐姐，今日为景仁宫娘娘诵经，已全部念完了。你明知道我为姑母诵经，也不避嫌。姐姐，你我相伴多年，如果只能共荣华，不能同忍辱，那又算什么呢？走吧。你手怎么那么凉？手炉也温温的。叶心，为何不换炭火？咱们屋子里的炭火都不够生火盆的，怎么够着用手炉？这还是要出门，不得已才烧了一个。海兰是常在，是不能用红罗炭，可是按每日折半10斤的炭火，也应该够了。咸灼荣饼，皇后娘娘简朴，虽然是好意，可炭火奋力减半之后，贵妃总嫌这宫里不够暖和，便克扣了灼的那份儿，连奴才屋子里都烧得比灼暖和，也不管灼。你说贵妃也太厉害了。往后的日子就更凉了，你可怎么办？姐姐，这件事情就别张扬了，贵妃正愁没处为难我呢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等内务府发了炭火，我差人悄悄给你送过去。
先去潍坊沐浴吧。这天儿呀，说冷就冷了。可不是嘛。皇后娘娘尚在梳妆，诸位主儿请稍等片刻。昨儿吹了一夜的冷风，也不知是不是我听差了，好像是有凤鸾春恩车在长街上经过的声音呢。宜贵人没听差，那车轮声那么大，谁听不见呀？昨儿夜里皇上没翻牌子，那这凤鸾春车是接了谁去啊？贵妃娘娘，不会是皇上惦记您，把您给接去了吧？这种有违宫规又密不告人的事儿，自然不是本宫罢了。这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自然会有人急着去捞的，咱们等着瞧就是了。皇后娘娘到，快救姐姐！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方才听见各位妹妹在外面聊得热闹，可是有什么趣事呀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们方才在说笑话呢，说皇上昨儿也没翻牌子，怎么这凤鸾春恩车却在长街上走着呢？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原来是说这个呀。那是咱们姐妹的福气，又多了一个妹妹跟我们作伴。多了位妹妹。方才你们来之前，皇上已经让进士房传来口谕，南府白氏封为没答应，已经拨了永和宫给她住。南府，那不是？按理说贵妃应该见过。听说是个会弹琵琶的乐伎。臣妾昨日确实见了几位乐伎，其中有一位眉目最清秀，是弹凤锦琵琶的。可当时皇上还嫌他弹得不够好呢。琵琶弹得好不好又有什么打紧的？只要得皇上欢心就是了。乐伎是什么低贱身份，也配和咱们平起平坐？况且，现在皇上还在孝期呢。嘉贵人，你言语上也该有些分寸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这不管怎么说，没答应是皇上登基之后纳的第一个新人，只要皇上喜欢，谁也不许多话。本宫就一句：六宫和睦。若谁要是敢吃醋算计，本宫断断容不得。臣妾谨遵教诲。皇娘，刚得的牛乳茶，趁热喝正好。这么殷勤，可是知道错了？尚在孝期，儿子就纳了没答应，是急切了些。坐吧。孝期不许歌舞声色，但天子守孝，以日待月。身在皇室，更得为子孙考量。皇帝呀，你膝下唯有3子1女，是还不多。那圣祖皇帝子孙昌茂，多让人羡慕啊！儿子知道，你宫中人是不多，这除了皇后和纯嫔，余者都无子嗣。哀家不得不为你着急。可没答应这件事，说出去不大好听。册封礼就免了吧，你多赏赐他些就好了。皇娘说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你昨夜去安华殿了？是。听说是陪着娴妃去的。好啊，你事事都伴着娴妃，
他去安华殿祈福，是求圣宠临身吗？不是的，贵妃娘娘，娴妃姐姐只是喜欢诵经而已。哼，装着潜心学佛的样子，心里还不知道求什么呢。便是你，也有许多不安分的心思吧？嫔妾不敢。不敢啊？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清心寡欲的，喜欢去安华殿祈福，那不如替本宫做一些五色的经幡，一并送去。是。敢问贵妃娘娘何时需要？明早便要。为表诚心，你现在就去院落制作。劳烦你了。是。嫔妾告退。小心！贵妃娘娘，海常在，你快一些，否则明早做不完，误了咱们主的前程，怕你担待不起。贵妃娘娘，入夜了，天更冷了，我们主手动得厉害，能否加个炭盆在侧呢？制作经幡是神圣之事，怎可贪恋一时温暖而少了许多专注？再者，火盆一燃起经幡，不宜放在旁边。贵妃娘娘说的是。心璇，你留下来好好陪着海常在。是。来，主。还好经幡做完了。小雨，去端碗姜汤起来。是。还是冷啊。五福。主儿。再去烧几盆炭盆来。主儿，贵妃娘娘那儿没发炭，娴妃娘娘那儿送来的已经不足了。怎么回事？以前只是克扣，如今干脆不给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主儿，要不奴婢去告诉娴妃娘娘。不许去，让姐姐知道了又要担心。不许去。但是主儿，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熬啊？主，喝点姜汤吧。皇后娘娘吩咐了，今年6宫的炭火分力减半。那也就是黑炭600斤，红罗炭150斤。对。怎么样，齐了吗？齐了。主，内务府送来的炭数清了，在外头。照例啊，悄悄地给海常在送去一些，记得一定要是黑炭。这样。
海常在的位分是不能用红罗炭的，红罗炭的炭灰是灰白的，一眼就叫人认出来，黑炭却是看不出多少的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会趁贵妃请安的时候，隔几日送一次，免得送多了点眼。还有内务府新送来的冬衣，也挑几件好的送过去。这主待海常在也算是有心了，处处顾及着。海兰与我投契，互相照应着点儿是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到永和宫送礼如何了？奴婢奉主之命送了2匹妆花缎过去，谁知那永和宫可热闹了呢。嘉贵人和仪贵人都送了东西，连贵妃也送了好些东西去。奴婢瞧着那没答应的打扮，竟比仪贵人还尊贵。主儿，奴才已经按主的吩咐，给没答应送东西了。礼数到了就好。你觉得没答应长得如何呀？皇上挑的，自然错不了。哎呦！再说，不是，那奴才也没敢抬头看呢。哎呦！啊，他长得也就那样，估计皇上啊，也就是一时的兴致就过去了。起来吧。哎。进意了不少啊。臣妾是有幸得皇上点拨，只是臣妾有些奇怪，贵妃娘娘琵琶技艺无双，臣妾远不能及，皇上怎么却还喜欢听臣妾弹奏？你的琵琶不算精绝，但是经过朕的点拨之后，精进不少，朕也有良师之感。原来皇上喜欢调教人呢。哼，不过有你在啊，也不用贵妃时时过来弹琵琶了。皇上原来不喜欢贵妃时时都在身边呀。瞧你亲嘴薄舌的，连贵妃也敢拍旋。过来。你奉了答应之后，还没去拜见皇后，等到雪停了，你再去给皇后好好问个安。不必等到雪停，皇上让臣妾去，臣妾明儿个就去。小心路滑。没答应到。臣妾永和宫答应白氏，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还以为什么绝色美人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后宫论美貌，属你第一，谁敢跟你争啊？本该早些来拜见皇后娘娘，只可惜这一直天寒大雪，直到今日才能来。只要有心意便行，日后都要朝夕相见的，你便知道大家都是好相处的。没答应，那位是惠贵妃娘娘。这位是娴妃娘娘，纯嫔娘娘，嘉贵人，仪贵人，
海常在，晚答应。给各位姐姐请安。不仅咱们是好相处的，这皇上也真是心疼妹妹呀。妹妹身上穿的衣裳，是江宁进贡的暖缎吧？家贵人好眼力呀！不是我眼力好，只是乍一看妹妹穿的单薄，怕你冻着。不过这暖缎难得，连皇后娘娘宫里都没有呢。是吗？皇上只赏了我衣裳，赏没赏别人，我怎么会知道？皇后娘娘主张后宫简朴，你区区一个答应，穿这身衣裳也未免太奢华了些吧？可是皇上喜欢嫔妾这么穿呢。贵妃娘娘，那嫔妾是该听皇上的，还是皇后娘娘的？万事以皇上的心意要紧。这性子怕是不好相处的。不好相处，那不相处便是。外面雪也停了，天寒路滑，你们都早些回去吧。是。臣妾告退。咱去御花园走走吧，好，看看雪景。贤妃娘娘请留步。贤妃娘娘好雅兴啊！正巧，嫔妾也想去御花园中赏雪，不知可否同行？初次相见就同去赏雪，本宫怕眼中所得美景不同，话意不投机。话语是否投机，也要说过才知。您还是让嫔妾随您同去吧，可好？好。贤妃娘娘喜欢梅花。这宫中梅花盛景，只可惜没有少时在苏州见过的绿梅。没答应怎么知道我们主喜欢绿梅？你也去过苏州啊？嫔妾少时在苏州学艺，因为善弹乐琴，才被南府从苏州买来。你不是善弹琵琶吗？嫔妾本来善弹乐琴，只因南府教习说先帝喜欢琵琶，而后才改学的。这喜欢什么，中意什么，都由别人说了算。梅答应如今正得圣宠，但听这话中语气，是还有什么委屈不遂心吗？嫔妾不敢有委屈，只是哪怕如今深受圣恩，也还有飘若浮萍之感，哪里比得上贤妃娘娘金尊玉贵，连喜欢的花儿都是骨骼清奇的稀世绿梅。相形之下，嫔妾不过是风中的柳絮，蒲柳命数罢了。这绿梅实在是难得，只是凡事过于清奇，便不能久容于世。你说是不是啊，贤妃？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。原来说的就是梅答应啊！再相见，贵妃娘娘娇容华贵，风姿依旧啊。这么会说话，你们南府怎么没选你去唱曲儿，就选你去弹琵琶呀？还没问妹妹归名呢。嫔妾姓白，名蕊姬。白蕊姬，蕊姬，一听就是个好名字啊，像是供人观赏取乐的。命里注定的缘分，能供皇上一时之乐，便是嫔妾的无上福泽了。别以为皇上封你为答应，你就能飞上枝头了。就你那手琵琶弹的，皇上就是闲时搭个麻雀叽喳听个笑话罢了，还真当自己是凤凰轻啼吗？嫔妾自知琵琶技艺不如贵妃娘娘，姿容更是难比。但贵妃娘娘想过没有，皇上为什么放着您一手琵琶绝技不听，只喜欢嫔妾这些不入流的微末功夫啊？还不是你狐媚勾引，使尽了下作的手段。嫔妾能有什么手段勾引皇上？不过是年轻几岁罢了。这岁月匆匆，不饶人呢。大胆！梅答应，
在贵妃和本宫面前，不得无礼犯上。贤妃娘娘别痴心，岁月怎舍得薄待了您？嫔妾说的是谁，内人心里自然清楚。卓儿，双喜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上去给本宫上他的嘴！这，贵妃娘娘，白氏刚通答应，不懂规矩。若现在即刻责罚，要是皇上知道了，怕是会有不悦之意。他是皇上亲封的答应，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云泥之别。何况他敢冒犯本宫？双喜，还愣着干嘛？打！这，妾贵妃息怒，贵妃，你也是褒仪出身，伺候皇上得了台妻之荣，与嫔妾又有什么两样？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！双喜，打呀！这，别打了！贵妃娘娘，算了吧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本宫去协芳殿探视，才走到这儿，就听到你们喧哗吵闹，毫无体统。这里是宫中御园，不是你们自家的刑场。皇后娘娘息怒，娘娘有所不知，没答应，出言狂妄。她不仅讥笑臣妾是褒仪出身，还说臣妾人老珠黄。皇后娘娘明鉴，臣妾是受过贵妃娘娘出身褒仪，但正因为她出身褒仪，才会有今天的荣宠，这话并没有错啊。臣妾并没有说过人老珠黄这4个字，臣妾只是感叹岁月匆匆罢了。皇后娘娘若是不信，大可以问一问贤妃。你们都先起来吧。贤妃，你来说。没答应是出言不逊，但是人老珠黄4个字确实没有说过。虽然没有说过这4个字，但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意思。言语误解也是有的，没答应不知礼，贵妃替本宫约束嫔妃也是应该的。既然嘴也长了，都罢了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的确言语有过，但是贵妃气急败坏，便叫人掌嘴。臣妾新识皇上不久，便损伤了容颜。若皇上问起，臣妾不敢不答呀。两相争执，就是彼此间都有错。贵妃出手是重了一些，但是你言语犯上，何该受罚？你若是再生事，本宫也不会宽宥。贤妃，这件事情你未曾参与，就由你送梅答应回去，你也好好劝解她几句。是，臣妾告退。梅答应未曾行礼就离开，不合礼数。娘娘宽厚，可这小婢子出身低贱，轻狂骄纵，咱们要不好好管教她，哪日非仗着皇上的恩宠飞上天了？打也打了，雪地也跪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真的打破了脸，跪伤了膝盖，皇上要是真问罪下来，你怎么回话？臣妾就实话实说呀，左右也是没答应自己错才行。没答应确实有错，可不是本宫说你。皇上既然宠幸了她，又给了她名分，她和你就是姐妹，和睦相处是嫔妃们该守的规矩。就算是真有什么，你也该忍下一时之气。等日后时日久了，皇上冷下来了，你再缓缓教他也不迟。娘娘说的是，等皇上新鲜感一过，臣妾自然要教他。不过臣妾把他的脸都打成那样了，皇上会不会怪罪臣妾呀？你呀，苏烈，你即刻去太医院取一些消肿的药膏，替贵妃送给梅答应，也顺便把你的伤擦一下。是。主儿，您这是看什么看？
我不说，谁都不许问。苏云，快去帮我找点去肿的药膏。是。主儿，您瞧，这红罗炭答应原是用不上的。遗诏书甚。这昨儿内务府上送来的，说是皇上的御笔，这几个字我倒是都认识，放一块儿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仪礼中云：“敬而威仪，殊胜而得”，是要求女子和善谨慎，以保仪德。那么贤妃娘娘，您觉得我配不配得上这4个字？皇上既然赐了这张匾给你，自然是配得上。旁人都觉得我不配，但配不配，这都是我的。是。从我第一次侍寝到被封答应，一个个都乌眼鸡似的盯着我，哼，动不动就拿我的出身来笑话，恨不能生吞了我。您笑什么？贤妃娘娘，出身乌拉那拉氏也是贤妃您的痛处吧？我这一辈子只由得命，由不得人，谁也别想笑话我。主，素练姑姑来了，说是来送太医院的药的。让她进来吧。那本宫告辞了。贤妃娘娘请留步。贤妃娘娘，方才说话得罪了，烦请您替我看一眼那药，别又是什么祸害东西。好。请贤妃娘娘安，请梅答应安。奴婢奉贵妃娘娘之命，特从太医院取了上好的去肿膏药给梅答应送来。哼，贵妃好善心呢，刚打了我就送了药来，以为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就完了吗？她这药我还真不敢用。真是贵妃娘娘的愧疚之意，梅答应不敢用，奴婢倒不好回话了。罢了，贤妃娘娘，替嫔妾看一眼那药是否妥当。这确是太医院的去肿药，本宫在前底的时候也用过的。梅答应还可以用冰敷，还可以用山药薏仁3七粉，这样也能活血化瘀。贤妃娘娘说的极是。梅答应，贵妃娘娘责罚您之后，心中也很是后悔，加之皇后娘娘训斥，所以吩咐奴婢送药来，以免皇上召见时梅答应无法侍奉。梅答应放心，用上此药3日便可去肿。3日？你敢保证皇上这3日都不召见我？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若真有宣召，也请梅答应顾全大局，切勿动气喧嚷。若再有枝节，只怕今日的事，梅答应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只要这张脸没事，这次的事情我罢休就是了。梅答应如此聪明识大体，一定会步步顺遂的。那奴婢就先行告退了。梅答应安心养着，本宫也告辞了。主儿，你慢点儿。哎，这什么人在那儿鬼鬼祟祟的？主儿，好像是贤妃娘娘身边的3宝。贤妃身边的3宝啊？那怎么会来咱们宫又从后门走出来？这奴才不知道。你快去查查。那奴才这就去打听打听。嗯。
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快起来吧。这下着雪你还过来，当心路上滑呀。给皇后娘娘请安，本该不分晴雨暑寒。你伺候皇上多年，最是得力。皇上登基后，便封你为养心殿副总管太监。只是这总管太监的位置一直空缺。奴才一心只想着侍奉好主子，别的已无所求。啊，你来可有何事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吩咐了，说今儿个请皇后娘娘去养心殿一起用晚膳，请皇后娘娘预备着。好啊，你去回禀皇上，本宫会预备一些皇上爱吃的小食，一起带过去。那奴才告退了。王公公，这是本宫赏你的。谢皇后娘娘赏。莲心，送王公公。是。你笑着真好看。你怎么了？素莲姐姐，那个王公公每一次过来都毛手毛脚的，上次还让赵姨太递了镯子给我，我才不要呢，真讨厌。一个没根的人，成天做这些没道理的想头。要不是皇后娘娘用得上他，谁搭理他呀？主儿，奴才打听到了，奴才听湘云说是三宝给海城寨送的炭。送炭？什么炭？取暖的黑炭呢？这个海兰，咱们不就用了他点炭吗？居然让贤妃来接济他，好像让旁人觉得咱们多苛待他似的，真是吃里扒外。湘云怎么不来回报呢？湘云以为是小事儿，所以就没跟您说。告诉湘云，以后大小事都得事无巨细的来报。是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这个海兰还真是不得不防。主，您别看书了，咱们这炭又快没了。这贵妃娘娘也太欺负人了，克咱们那么多份礼。姐姐要我多读点书，我得加紧用点功。读书又不能当饭吃。主，您看这算什么饭食？便是一个宫女吃的还比这个好些。算了，能吃饱就行。主，您是皇上的常在，不是受苦的下人，吃的不好哪有精神看书啊？主，您还是赶紧用膳吧，冷了更难吃。听你的，你这么念下去，我也看不了书。主，听说这2日贵妃身上有些不舒坦，您怎么也得去问个安，别让贵妃又挑眼了，要发落您。哎呦，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啊？哎呀，这才是嫔妾认识的贵妃娘娘嘛，都像嫔妾穿的这样寒酸成什么样子啊？皇后娘娘奉行简朴，本宫自然是遵从的。可是这天实在是冷得受不住，回到宫里，还不能穿得自在些吗？是。来，家国人这边坐，这儿暖和。好。娘娘的寒症可好些了？一到冬日里，本宫浑身都不爽快。
你吃没白眼往本宫暖阁里闯是什么道理啊？嫔妾听说贵妃娘娘身体不适，她来请安的。你少在本宫面前晃悠就不错。海常在，我也劝你一句，少惹自己的主位生气，少在外面吃里扒外的胡说八道，你的日子也能过得安生些。嫔妾不敢。嘉贵人，我们主胆子小，平时饭菜又不足，哪有说话惹人生气？放肆！哪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儿？海常在，你是在怪本宫苛待你吗？没有，嫔妾只是自己胃口不好，吃的少。嫔妾知道，贵妃娘娘是顾惜嫔妾的。吃的就好，滚远些！嫔妾告退。贱人，就会装可怜。叶欣，在贵妃面前断不能这么说话。奴婢就是忍不得，贵妃自己背着皇后娘娘偷穿华服，阳奉阴违，却让您过得这么委屈，成日里却炭火不说，连顿好的也不给您吃。别说了，再忍忍，开春就好了。你瞧他刚刚盯着本宫的衣着看，肯定又要出去胡说。旁人那儿他倒未必敢说，可娴妃那儿，嫔妾就说不准了。本宫最恨他俩蛇鼠一窝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娴妃就是怕他冻着，所以定期来给他送炭，像本宫苛待了海常在一样。这个海常在心思也真是阴毒，偷您的炭火，害得您寒症发作，玉体不适。这样谋害主位的人，不死也得挨顿打呀。哼，嘉贵人真是好心思。嫔妾有什么心思呢？海常在他就是那样的人。那贵妃娘娘就好好整顿自己宫里的人吧。嫔妾先告退了。今儿的晚膳，皇上用的可好？皇后亲手做的，自然是好。韦答应和嫔妃们相处都还好吧？都好，就算是有些嘀咕，也是小女子吃醋的心思。皇上不值当听。有你这句话，朕就安心了。主子们都歇下了。歇下了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暖和暖和。王公公，别拉拉扯扯。哎，外边下着雪呢，我这不是想带你去个暖和的地儿，暖和暖和吗？不用了，我得在这守着。今儿不是李煜当值吗？公公快去歇歇吧。别叫公公啊，叫哥哥多好听啊。王公公，主子们都歇下了，惊扰了主子，咱们都吃罪不起。你守着吧。楚儿，这是海常在亲手做了送来的。绣的是我喜欢的绿梅。海兰靠的是奋力钱过日子，这么好的灰鼠皮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的，还给我做了护手。珠儿，你吃吧。主怎么闷闷的？是想着大人吧？这就快年下了，府里的银子送了吗？自从皇后娘娘裁减开销，主自己都紧巴巴的，还净顾着母家。我在宫里花着也够了，给娘家补贴一些也是好的。楚出事了，楚，先府宫出事了，您快去瞧瞧吧。出什么事了？是海常在出事了，
1个时辰前，咸福宫闹了起来，说贵妃宫里的红罗炭用完了。但是莫心觉得用过的红罗炭数目不对，便查看宫里，结果在海常在房里用过的炭灰里发现了不妥，所以莫心说海常在偷盗了贵妃所用的红罗炭。海兰不是僭越之人，他必不会偷。三宝，你去送炭的时候，我吩咐过你，贵人之下不能用红罗炭，你送的可都是黑炭。错不了，奴才每次送的都是黑炭。主，您快去看看去吧。奴才得到消息的时候，他们正要给海常在上刑呢。给海兰上刑？是啊。去咸福宫。主，不能去。咸福宫就是一滩浑水，贵妃又矫情厉害，你哪里能管得了海常在？再说了，要去，那也该是皇后娘娘的事儿啊。皇后娘娘现在养心殿，想必已经歇下了。除了皇后，贵妃的位分最高，没有人救得了海兰。去咸福宫。这。